以色列攻击加沙，一个有生7个月过的妇人人不幸过身，医生紧急破腹，婴仔出事就变做孤儿。中国广东做大水，韶关市6个庄仔头变做孤岛，尚无有6个人受伤，恐惊是100年来上界严重的灾情。美国的少年选民对拜登处理经济手段之不满，转向支持 Trump， 两个人支持率的差距愈来愈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加沙的状况。以色列昨日是去攻击加沙南部的城市拉法，有一个有生7个月过的妇女不幸死亡。医生是赶紧破腹，把伊这腹肚底的婴仔救出来。一个敢若1400公克的婴仔早产出世，说是一个就变做孤儿。有新30礼拜，巴勒斯坦妇女伫以色列对加沙城市拉法的攻击之下，无法度保住性命。这妇女的翁婿甲查某囝拢伫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医生赶紧用破腹方式挽救这个妇女的囡仔，是一个查某婴仔，体重只有1400公克。就这查某婴仔甲另外一个囡仔拢被安置伫病院的保温箱内底。这个查某婴仔会伫个保温箱内底待3礼拜到4礼拜，随后会对亲情斗阵生活。医生讲，就算这个囡仔活落来，不过伊才拄出世就真岁孤儿。أي ذنب هيك يصير فيهم عائلة كاملة إبادة عن السجل المدني واللي نجي منهم جنين صغير بنت أختها الصغيرة نفسها تسميها الروح هي راحت ملاك وضل الروح حسبي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فيكم。以色列甲哈马斯交火，约旦河西岸地区情势紧张。19以色列继续轰炸难民营，至少造成3名哈马斯人员甲一个15岁查甫囡仔死亡。以军讲，因也掠到8名哈马斯的嫌犯，以军19名官兵受伤。伫20时，一个巴勒斯坦的救护车司机赶往以色列袭击的现场阿斯塞维耶。当这司机正伫甲伤者搬去救护车时阵，向以色列军方甲民众对伊的行径开枪，造成这司机当场死亡。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ليس الأول على سيارة الإسعاف، هذا الاعتداء الخامس بإطلاق الرصاص على سيارتنا، أكثر من 5 مرات تم إطلاق الرصاص علينا وكان استهداف واضح من قبل جيش الاحتلال والمستوطنين。新闻网站阿西斯第20报道，华府建议对以色列国防军第97犹太隐形营来实施制裁。以色列军方讲无听讲华府的任何做法，也不过总理纳坦雅胡是伊讲任何以色列军事单位因为涉嫌侵犯人权而遭到制裁，伊拢会对抗到底。בימים הקרובים נגביר את הלחץ הצבאי והמדיני על חמאס, כי זאת הדרך היחידה לשחרר את חטופינו ולהשיג את ניצחוננו. 以色列袭击伫约旦河西岸另外一座城市图勒凯尔姆，以军讲有2个巴勒斯坦人想要用尖的物件甲开枪袭击以色列的军人，以色列军人是开枪反击，因这事件至少有14名加沙民众死亡，这是这几个月来约旦河西岸发生上大的伤亡事件。公视新闻新录配编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份报告点出，这2023年全世界军事费用是侵关到2.4兆的美金，破有史以来上高悬的纪录。这主要是会当分3个地区来看：亚洲、罗西亚、乌克兰，也佮有中东地区。咱亚洲这边是因为中国势力咧扩大，北韩一直咧起诉等等，军费一直咧欠悬。中国的军费是全世界第2悬咧，达到2960亿，已经连续29年欠悬啊。若是日本的500多亿，甲咱台湾的160多亿，拢是比前一年加增加11%。说落来，带大家来看，已经这2年外，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因迄边的军费嘛是一直咧增加。尤其是乌克兰，因的军费是比前一年加变51%。说落来，带大家来看，一直中东拢无平静，加上这阵去年10月，以色列甲哈马斯个起冲突，局势就更加紧张。以色列的军费达到275亿，是比过去加增加24%。讲到这来，唔知大家敢有注意到，讲咱的冠军永远是也袂出现，因为这第1名当然就是世界拢插一卡的美国。因去年的军费达到9160亿。不过，咱若是对区域来看，因为乌克兰去互罗西亚入侵，欧洲的国家加强防守，所以讲这欧洲的军费是增加上济所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上新报告，指出全球去年的军事技术总额增加6.8%，是对2009年以来上悬的年增幅度，反映出全球和平稳定的恶化。某些所在紧张情势有较好。There's really not a region in the world that things have gotten better in. And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context of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in Europe, Asia, we talked about the worsening tensions. There are multiple conflicts going on in Africa. This tre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in the coming years. 就区域来看，欧洲中东甲亚洲三个地区增幅上大，排名前5大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甲沙特阿拉伯。军事用费上悬的国家是美国，年增幅是2.3%。规模达到9160亿美金，俄罗斯增加24%，来到1090亿美金。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军事支出增加51%，来到648亿美金，位居全球第8位。已经拍2年的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也让一堆欧洲国家的军费拢增加，其中一个以波兰增加幅度上大，一日起75%，来到316亿美金。中国是连续第29年增加军费开支，增幅达到6%，来到2960亿美金。这也促使邻近国家伫军事方面投入更加侪资金，像是日本、台湾。日本去年伫军事方面投入的支出是502亿美金，台湾是166亿美金，军费拢成长11%。In Asia and Oceania, the region has really much been driven by ongo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Some often talk about worsen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Taiwan, China and Japan, of course. 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用费也大幅增加，第一大军费支出国沙特阿拉伯，增幅达到4.3%，达到大约750亿美金；第二大支出国以色列增加24%，达到275亿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日本海上自卫队2架直升机拜六伫咧伊豆群岛当兵训练的时阵，怀疑是烧落在内海里，尚无有1个人死亡，7个人失踪。这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也搁爱查。传出事实就是这个向美国买经过日本改良的 SH-60K 巡逻直升机，一早暗时日本海上自卫队2架直升机在伊豆群岛东方海峡这边发潜训练，是到10:38分到11:04分，短短45分钟内，竟然拢失联。后来在训练地点附近发现部分飞行机的残骸甲乌鸦巴。当該2機のフライトレコーダーを近接した場所において発見し、回収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ことも踏まえ、当該2機が衝突した可能性も含め、墜落した原因を究明してまいります。日本防卫厅推测，代志发生的时阵，周边无其他国家的飞行机或者是船舰，排除甲别国有关系。暗过为乌阿巴发现地点正近来研判，2架直升机有可能发生烧亡事故。目前军方已经确认机顶1人死亡，7人下落不明，在找找其他失联人员，搁暂停共型飞行机的训练。海上自衛隊の SH-60 型回転翼航空機については訓練飛行を見合わせ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根据日本气象厅资料，代志发生的暗时，伊豆群岛周边有高气压，暗过无发布气象方面的警报。有关当局分析乌鸦巴了后，表示目前无数据显示飞行中途出现异常，事故原因要去调查。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辑。来看天灾消息，中国南平这2天是当咧下大水雨，广东的灾情真严重，做大水佮发生水崩山，其中这韶关市是有6个庄仔头变做孤岛，尚无有6个人受伤，也佮有未少人失踪。而且这中国灾防单位佮警告讲，若这大雨继续落落，广东恐惊是会发生10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也若是伫咧巴基斯坦，这大雨嘛已经落要10天啊，挖近100人死亡。老全部河土黄色河水引起，救援人员撩水伫大雨当中，将伤者扛去救护车。中国南平最近几啊天落大雨，河水水位真紧涨起来，造成严重的灾情。受灾上严重的广东，拜日雨势大加引起破桥楼，北部韶关市各有6个村头，被大水困掉了，陷入孤岛状态。外面的人也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也没有信号。救援单位紧急派出直升机替替受困居民，目前已经知影6人受伤，真侪人失去联络。外韶关的清欢市积水有1座楼悬，当地政府宣布危险地区的中小学甲幼儿园拜一停课1天。高雄西的肇庆市也因为雨势升过大，市区民众也受困。
在那边挖能不能飞过去啊？可以，我先把这个台阶下来先。广东附近的江西省同款姚村头路，和积水引起至少4000人受困。这场暴雨也会继续几日天。中国政府警告，珠江流域第2大水系北江流域已经在监测点水位会超过5.8公尺的警戒线，各地恐惊出现百年一摆大水。中国国家防总已经将广东省的防尘险级的险性提升到3级，珠江的防尘险级的险性是提升到2级。南海的巴基斯坦同款也是大水后造成灾害。北部顶礼拜几日天落雨，河山区真济路被大水冲毁，部分地区出现土石流甲石头崩塌，经常真惊人。西部比如水省有面体和大水毁坏，救也断去。ये पुल टूटा है बारिश से पुल टूटा है बहुत बड़ा बारिश हुआ है पहले तो सारा बारिश नहीं हुआ है इधर बड़ा बारिश है इसीलिए बस इधर उधर से पानी ने इसको इधर उधर किया है。这场暴雨已经60天，将近100人死亡，89人受伤。巴基斯坦气象专家指出，因为气候变迁，当地4月份的落雨量超过正常情形。灾难预防单位阁警告，西部山区因为冰川引起，可能雨灾情阁较严重。呼吁危险地区居民赶紧撤离。公司新闻7欢迎朋友。南马国家马尔地夫将国会大选，总统穆伊祖的政党摕到超过2/3的席次。外媒的分析讲，这款压倒性的胜利，代表因的选民是支持总统的立场，爱较倚中国。总统穆伊祖所属的人民全国大会党摕到掌控国会多数的席次，代表选民支持伊向中国挖过，离区域中国甲传统援助国印度的立场较远咧。穆伊祖当咧推动包括伫咧有争议填海土地等悬去做几千户的工具等，甲中国密切的经济合作。这届投票的结果，卖当显示选民敢会当接受。రైతుం బేణువని తరగ్గి హురిహామాణెగ తరగ్గి ఎమ్మె ముహిమకమకి గెదొరవెరికం。伫特别投票竞选活动全面展开的阶段，穆伊祖就甲中国的国营企业签署基础建设的合约，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另外，原体国内部署一个由89个印度士兵组成的驻军，用新德里当局送的侦测机，伫马尼地夫海顶的边界巡逻，即嘛全部拢遣送倒去印度。地势较低国家马尼地夫，因为有白色的海沙堡，也佫有未输世外桃源的度假村，号做是度假的圣地。最近这几年，也佫真做印度洋地缘政治的热点，全球东西向的航道，大部分拢有经过这个群岛。北京甲新德里当局，拢因为马尼地夫伫印度洋甲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去甲因搬烂。捌做过建设部长的穆伊祖，伊答应以填海来造地，甲岛屿气候较悬热，较袂淹水。不过，环保人士认为讲，这恐惊会互造大水的风险加悬。మాపడం అది ఫాసా అది బేణం కొరికమగ ఫాసా ఎవరెస్ బడ ఇంతిహాబకి సీదా హమ అనే హితా హేతుక గుడుముగ మచ్చ బినా కొరే ఇంతిహాబె。马尼地夫是上个因为全球暖化地区海平面加悬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由分布伫赤道附近，南北差不多800公里长，1192个珊瑚小岛来组成。公司新闻黄亮编译。中国驻美大使谢峰顶一日伫咧哈佛大学演讲的时阵，受这台湾甲西藏的学生甲抗议。这个学生是批评中国夺走香港的民主自由，佮甲西藏人、维吾尔人争作灭绝。也若是谢峰的演讲是呼吁美国莫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过，咱的外交部当然就要出来回应，强调讲台海议题唔是中国内政。You come to paint the illusion of a prosperous China, but your hands are painted with blood. You've robbed the Hong Kongers of their most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devastated their democracy. 拍断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演讲，学生也中国讲白贼的报条，大声谴责中国摧毁香港、甲台湾民主自由的这查某囡仔，是来自台湾的哈佛的学生。伊徛起抗议了后，随后拖出场外，所来第2名学生也对观众席徛起，第二抗议。大话谢峰课题，另外一名女学生提出写人民死亡的报条，批评中国干涉伫西藏、同土吉斯坦的种族灭绝，和西藏人民也个为5年族人受尽折磨。谢峰演讲失败，互学生抗议。谢峰的讲稿除了讲到中国愿意甲美国做朋友，不过也要求美方伫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这议题上，莫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的利益。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海议题绝非中国片面宣称的内政问题，而是与国际安全与繁荣息息相关的国际重要议题。谢峰在他的演讲里面特别提及到，美中要一起来共管台湾问题的这个分歧。中国很清楚美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尤其一中原则的不认同，所以谢峰的强调了这个所谓的内政事务，其实也是延续了过去中共对外的一套的说法。外交部搁再指出，两岸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不有一天统治过台湾，这是国际普遍认知的事实，也是两岸现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今年底就要选总统，这阵局势是出现微微的变化。影响这选举结果上重要的族群少年选民，是针对现任总统拜登处理经济、佮有通货膨胀的手段是真不满，所以讲就开始转向支持 Trump。根据路透社民调，拜登跟 Trump 少年选民的支持率已经差无遐尼济啊，拜登敢若领先3%。伫尽管天气热雨线清高的外头排队等待，只是为着支持应介意的总统人选，将排队的情形，伫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造势场合，拢看会到。无啥上欢喜支持者，不过再支持老的白人。无论是带囡仔、少年妇女，欢喜翕家己的女性，也是举牌啊，带出来带人来造势，查甫囡仔。最近伫川普造势场合，这块的面相变较多啊。只有25岁带太太甲后生来到现场的博爷，就是其中一个。Grocery costs down, energy costs down. Foreign policy, I think, is big. I don't want him growing up to be part of any kind of war. There's talks about sending troops to fight Russia and all that stuff. And it's like I don't want to go. I know he wouldn't want to go. I know a bunch of other kids that wouldn't want to go. 因为不满拜登政府对着通货膨胀、经济甲外交议题应对方式，和博弈的一家人真最少年的川普支持者。因不伫迄天的造势场合，这款的人就几十个。过去的选举结果显示，川普伫少年选民支持度顶面是输拜登真多。因过今年的选举恐惊有变数，有通货膨胀甲以下战争这议题的争议，原先支持拜登的少年人变甲真丢毒。路透甲伊普所3家公布的民调显示，18到29岁美国人对拜登的支持率是29%，对川普支持率是26%，两人只有差3%。I just feel like he's going to do what's best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he already has it made. It's not like there's anything you could really bribe him with. It's really cute. 民调的显示，这年龄层的少年人偏向共和党的，也对2016年的24%提升到28%。路透社采访20个18到29岁川普支持者，就有10个人讲，通货膨胀甲其他经济问题是真多川普支持者主要原因。所有20个选民拢讲无关心川普的刑事案件。2024 is our final battle. With you at my side, we will demolish the deep state. We will expel the warmongers. 民调显示，拜登伫少年选民这地优势正伫慢慢缩减。纽约马里斯特学院3个调查甚至显示，川普伫千禧世代甲Z世代选民的支持度已经赢拜登2个百分点。未来几个月是川普会使吸引更加多少年人，也是拜登会使挽回流失的少年选民，会成做选战重要关键之一。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当年的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这个日子是对美国起源的。为着让更较侪人关注环保的议题，才会经伫咧4月2日这个时间点，先开这学生考试，也有休春假时间。若要讲到由来，就要对1969年开始讲起。迄年美国加州外海受油井爆炸，造成真严重海洋污染，有真侪动物仔死去，这就引起大众关注保护地球的议题。过一年1970年，就是头一届世界地球日。1972年的时阵，联合国是头一届开这人类环境会议。也若是转来讲到今年的主题，加一束不如减一束。主要的议题就是塑胶的议题。联合国的环境大会即阵嘛当咧开会，目标就是要减少迄款用一届就断掉的塑胶产品。第一年海洋有美丽海洋生态，人类制造的塑胶本数也伫内底，使得爱琴海出现塑胶漩涡群。
这对海水漂流唔是海草丝，是一个卡在岩层空棚内底已经变一个塑胶袋啊！这经常互人真着惊。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数据，每年至少有800万吨的塑胶废弃物流入大海。全球正做塑胶海域总共5大区，这地区拢是塑胶袋啊、塑胶管啊，这塑胶的物件。其中一个是伫加州甲夏威夷大大小小相当19个台湾面积这么大。海洋塑料当中，对生物危害真大是叫做丘陵鱼具的废弃鱼网啊。海洋生物卡伫这网啊内底会袂顶袂当情形是真多。泰国海洋学家长期观察丘陵鱼具对海洋生态危害程度，已经是无法度估算。Firstly, we will record where we found it, the date, the depth in meters, what type of fishing gear, and what type of surface the gear is on, such as covering a coral reef, rock or sand. 澳洲海洋团体3月公布的研究发现，塑料含有超过16000的化学物质，其中有1/4威胁人类健康甲环境。塑料正做塑胶微粒，是目前环境专家正烦恼的环境主要污染源。联合国环境署收集的资料显示，南北极圈的海域已经存在塑胶微粒。其中，绿色和平一共18年公布的数据指出，南极大陆采集的17个海水样本当中，超过一半侦测到含有塑胶微粒。废弃的塑胶料不只是危害鱼类，因为生物链的循环系统，连人类也受害。研究显示，在香港水域古钓的乌鱼有6成含有大量的塑料，部分鱼类体内塑料残骸高达80片。Even small steps make a difference. 世界各国开始实施减塑措施。团体倡议为日常减少用塑胶袋做起，观光胜地意大利是鼓励游客回收塑胶管啊来换免费的大众运输票券。智利是回收影用的衫甲本色去制作，为下一代做定经环保意识。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庆亚有新创公司是把这海报的塑胶本色回收，重新制作做学生的桌甲椅啊。这款做法唔但当减少本色量，更会当让囡仔有舒适的上课环境。一款新的桌啊椅啊，拄则裁好，本来坐伫两边的学生就冲到中来坐这款新的椅啊，甲放伫咧两边的旧桌比起来，学生是较介意这种新的。这是肯亚一间新创企业特温德绿色生态循环，专门收集海内底的塑胶本素，加工做做环保的桌啊椅啊。创办人之一的柯世杰讲，会安尼做是因为囡仔时阵的经历。So I remember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this challenge which I faced, which is I had once sat on a desk which was broken and which was chipped. So this is really painful to see that the same problem which was there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is still in existence today. 为了要减少社会海洋塑胶本素负担，伫咧肯亚第2大城蒙巴萨的新创企业就用净碳回收塑胶本素的方式，改善当地海洋污染。In Mombasa alone, every day over 80 tons of waste is released. So out of this 80 tons of waste, 20% is plastic. Out of the 20% which is plastic, only 5% of the plastic waste is recycled. So we have this 95% which ends up in the beautiful ocean and ends up polluting the marine life. 这间新创公司甲回收的塑胶本素洗过了，切做幼片，佮加利乐包装的本素蓝做伙，用高压压缩成济塑胶棒。结果用这种棒来做桌啊椅啊，用这种棒做的桌啊椅啊，比茶棒做的较用，而且加正轻。肯亚新创企业将塑胶本素由废弃物变做宝物，唔但是当守护家乡的环境，也个教育下一代，让囡仔看到实践永续教育的成果，达到双赢。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